又是那个梦。数月来，每逢夜半，总有个熟悉的身影踏进我的梦境，与我做尽情人间的亲密事。你是谁？妹妹怎的这样不乖？还想要逃到哪里去？白宗之，不要！微凉的纸，清冷的月，红袖帐暖，满是阴影。我那高高在上的兄长，要拉我入深渊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小姐，又做噩梦了。小姐自去望安寺祈福，回来后便时常梦魇，不得安睡。我去报老夫人，寻个大夫给小姐瞧一瞧吧。采薇，啊，我妻小寄人篱下，还是少为叨扰祖母。过段日子，自己便好了。青桃妹妹，我带了灵芝来给你探病。二公子，感谢景明哥前来探望，只是这灵芝太过贵重，青堂不便收下。采薇，看茶。二公子亲自送药，你这般拿桥做给谁看？还不赶快去入药！可还不快去！妹妹，你身子不爽，我略通奇黄，要不给你瞧瞧？景明哥自重，这样于理不合。青桃妹妹，我信任你已久，你莫要拒绝我。景明哥哥，老夫人，二公子又带行路进仙学院了，求你救救我家小姐吧！我求你了！日许多时，海棠花也该开了。别给脸不要脸！行路腹中已有了我的骨肉，可祖母执意让我娶了正妻之后再纳妾。我这西院里刚好缺你这么一位正室，我诚意来求娶，却有人不识抬举。妹妹早晚要嫁入西院，不如早些学学闺中之道。你我姐妹二人共侍一夫，岂不美哉？你们这么做，就不怕被祖母责罚吗？祖母此刻恐怕正帮我们挑选大喜的日子了吧？我不嫁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的衣裙皮肉，哪个不是裴府施舍给你的？就算你的清白给了我，也抵不过裴府给你的赏饭之恩。沈清堂，你逃不掉的。这裴府，没人能救得了你。
走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你别难过，肯定有转圜的余地。蔡薇，大公子，他当真回来了吗？大公子要回来了，都打起精神！公子素来喜庆，门庭要整洁，赶紧掌灯。是。大公子好，大公子好，大公子好，大公子好。大公子，大公子，大公子可要先去找沈姑娘。苑莲说了，二公子白日里去过沈姑娘那儿。他不洗血腥味，我换身衣裳再去。是。哥哥，你回来了。怎么又不穿鞋子？听闻哥哥下职，一时间着急。冒冒失失的。我可以自己走。夜深路重，你身子弱，当心落下病根。兄长少年重臣，年纪轻轻便担任首辅之职，裴家一门荣辱皆系你身，定然身心乏累。清堂无以相帮，这香囊是我亲手做的，可以驱脾醒神。无事献殷勤，有事求我。祖母有意将我嫁入西院，我不想嫁。兄长在家中为嫡为长，向来最得祖母器重，可否帮清堂退了这许亲之事？这些年，妹妹也是知道的。求我办事，报酬可是很昂贵的。你拿什么跟我换？清堂明白，凡兄长所愿所想，只要清堂能力所及，我什么都愿意交换。什么都愿意？什么都可以，我可立字为据。可我若说不让你嫁给裴景明的条件，是做我的女人呢？哥哥在开什么玩笑？
我从不与人开玩笑。可是，在我心中，你一直都是我的兄长。我们可否换种交易？你还有什么能交易的？沈清堂，你莫不是忘了8岁那年，你已经拿你的一切换过让我救你一命。拿个破死就敢来讹诈陪嫁？我没有讹诈，祖母与裴老夫人曾是手帕交，我家人都落难过世了，请裴老夫人收留。开门！老实点，还能给你卖个好人家。在我裴府门口干什么？裴大公子，我闺女她不听话乱跑，我教训她呢。快走，快点走！我不是她女儿，我是沈家女。走啊！求你，求哥哥救我！滚！快点！裴家从不收无用之人。你要我救你，你能付出什么？一切，我愿付出我所有的一切。从此，你就是我的妹妹，我护你安乐无虞，你只能忠心于我。若非死别，不背叛，不相离。沈清堂，痴心妄想，今日的话，哥哥只当是没听过吧。沈清堂，你已经一无所有了，连你的命都是我的，你还想逃到哪里去？妹妹在都这样度过着，还想要逃到哪里去？不可能，那只是梦。祖母约定的婚期还有半月，那就以此为限。你若点头，我会继续为你摆平这一切困难。与你所想，同这些年一样。但你若不肯，你嫁去西院的事，我绝对不会插手半分。小姐，大公子他对你也有情，这或许是件好事呢。可在我看来，这情谊不过是下一个火坑。我绝不会答应他，也绝不嫁去西院。行路姑娘，今日怎么不见景明哥哥跟你一起啊？怎么，这么着急勾搭景明哥啊？别忘了，你是个克死爹娘的扫把星，即便能嫁来西院，也只配给我做洗脚婢。你不过是仗着肚子里的孩子，才能够在西院里小人得势。可你干的那些无美苟合、珠胎暗结的阿杂事，就连风月场里的继子都做不出。我虽然是裴府收养的孤女，但是想收拾你们母子，有的是办法。你想做什么？你敢谋害我和肚子里的孩子，想替我告诉景明哥？
卷宗上写，此人一介草莽，谋财害命，自尽而亡。是。大公子不好了，府里走水，沈姑娘出事了。水了，走水了！沈姑娘不会呛死在里头吧？哎呀，泄密了不要紧，你管他不得宠的主在这儿呀。走。沈清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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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堂。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清堂自己不小心误碰了杂物间的烛火。是星露，肯定是星露把姑娘锁进杂物间，故意纵火的。你们邪学院少血口喷人！我也看到了，就是行路姑娘。今日我上值，路过杂物间时，看到清堂姑娘被推进杂物间，是行路拼命抵着房门不让她出来。之后不久，杂物间就突然起火了。不是我，是她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的，我没有。我家小姐并非痴傻，她怎么可能自己把自己锁进去呢？定是近日府中流传说要我家小姐嫁入西院，行路这才记恨我家小姐，故意放火的。还请老夫人和大公子为我家小姐做主啊！老夫人，你们都被他给骗了，他仗着这张无辜娇弱的脸，欺骗了你们所有人。他就是个疯子，迟早会把裴府给害了。我看有些吓人，还是嫌自己的命太长。这种空穴来风之事，都敢王口拔舌，肆意攀有，这种人留不得。杖毙吧！行吧。行路腹中也怀有裴家骨肉，祖母，此等小事不值得闹出人命来。沈清堂是我当年亲手带进裴府的，她就是裴府名正言顺的贵女小姐，是我裴从之的人。日后若是有人趁我不在，再敢对她心生歹念，你们知道后果。所幸今日并未出大乱子，还不快带清堂去治伤？此事事出有因，还未得结果。将裴景明还有他的丫鬟全部押入祠堂罚跪，未经我的同意，不得擅出。是。这伤看着着实可怕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留疤啊。小姐，我明明移走了那些酒罐，怎么火势还是这么大呀？这伤是我自己烫的。啊？这局要做，就得做绝。火烧得越大，越能让众人知道，行路心机歹毒，不能相处。老夫人才会对裴景明的亲事有所忌惮。短时间内，不敢再逼我了。老夫人，二公子已经罚跪半夜了，大公子还没发话，都怪行路那丫鬟坏了事。原本就算大公子再偏爱沈姑娘，他也不好明面上驳了你。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怕是会落人口舌。我没想到从之竟会这么惯着一个养女。沈姑娘一向谨小慎微，若往后恃宠而骄太过，恐怕更难为你所用。
还疼吗？清汤无事。我看看。真的没事。多谢今日兄长相救之恩。我记得妹妹原先不是这么会算计人的性子，这便是妹妹想出的脱身之法。果然，什么事都瞒不过兄长的眼睛。你擅长调香、弄火，懂得如何事大而不致命。这个办法实在是愚蠢。我原本看来唯有摆脱后缚，才能彻底自由。这怎么又有一道新伤啊？方才只有大公子来过，可他不是一向最疼爱小姐的吗？现在怎么变得如此可怕啊？他从来都是最可怕的那个。15岁的雨夜，只有我看到了传闻中被贼人刺死的裴大人，究竟死于谁的剑下？我不会说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背叛你的。从此我明白，任何人都只是裴从之的棋，我也不能信你。姐姐，姐姐，哎呦，你可担心死我了！哎呦，
府中走水那几日，我陪母亲去了望安寺小住，竟是没能看护住姐姐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休养了几日，已经好了。太好了！今夜宫中正好有中秋夜宴，姐姐陪我去散散心吧。我素来很少出这院子，还是算了吧。去吧，姐姐。这宫宴啊，可是高门贵族的相看宴，京中有学名才识的好儿郎都会去。多少女眷想在今日觅得佳婿，可我除了太子哥哥吧，一个也不认识。那个从之哥哥是个死鱼脸，他只会管我休息，不会管我快活。你就陪我去吧，姐姐。那你先跟我说说，都有哪些名门公子会去？容我想想。撤！平南王府家的燕城世子，当真是风流倜傥，气宇不凡啊！除了那裴府的裴大首府之外，这偌大的李朝，怕是无人能及他的风采了。是燕哥哥，燕城哥哥果然从边关回来了。你这风流小马，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人，让你如此唐突。燕城哥哥，你也来啦？是。姐姐慢点。燕城哥哥，子期。这位是？怎么去了趟边陲，连青堂姐姐都不认识啦？小时候捉了虫子，把人家都吓哭了，你忘啦？青堂见过燕城世子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跟在从之身后的跟屁虫小哭包，没想到现在出落得跟仙子一样漂亮。我小时候不懂事，吓坏妹妹了，还望妹妹千万不要计较。世子言重了。哎呀，宫宴将开，我们快些进去吧。走。哎，我与你们同去。请。冲撞了世子，奴婢该死。是我悬人心切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世子殿下，你胸口被打湿了。世子殿下。啊，青堂妹妹不必生疏，还是像儿时一样，唤我燕城就好。燕城哥，这些年在边关，想来很是辛苦吧？男儿戎马戍边，岂能言苦？况且，边关可比京城有意思得多，风景更是壮美。真的吗？啊，我很少能出家门，更别说去边关了。想来很是向往。你若是喜欢，我一得空了就去裴府找你，跟你多讲讲，如何？好。我弄脏了妹妹的帕子，还是洗干净了，下次再还给你。一言为定。好。遍寻不得，原来在这里，叫我一通好找。怎么，堂堂首府大人，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妹妹与别的男人交好，不能与她亲近？公主眼拙了，臣只是在看乌云遮月，
你既无他想，本宫正有意请皇兄成全燕城世子与清堂妹妹的亲事，清堂妹妹定会欢喜。这是裴府的家事，不劳烦公主操心。本宫就见不得人受委屈，偏要成全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那自家妹妹，为兄定会相护。护得了一时，你以为能护得住一世？那且试试。裴宗之，你怕不是忘了父王许过我们的婚约？临川城来的破落户还是皇家两陪？你怕不是到现在还分不清吧？分不清的，怕是公主殿下吧？臣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清堂妹妹，这里憋闷得紧，不如我们去花园叙叙旧，正好给你讲讲大漠风光。好，那我去院内等你。事到如今，高驾远走，未尝不是脱身之策。沈清堂，你的考虑就是去外面勾引别的男人，仗着我对你的纵容，你越发得寸进尺了。所以，你宁愿去求助和相信别人，也不肯向我服软。你到底所求什么？到了当嫁之年，清堂还能求什么？不过求一个可嫁之人。嫁人？我允了吗？有我在，你何须去找别人？不允又如何？难道哥哥要为了我，退了与昭和公主的婚事吗？看吧，哥哥连自己的婚事都主宰不了，又何苦来勉强我？若我偏要勉强了，沈清堂，我心悦你，与我的婚事有何干系？所以，哥哥说心悦我，却并不打算给我一个名分，是吗？你在乎？不在乎。我不是从来也不配在乎吗？婚事并非儿戏，还需从长计议。还有，燕城世子并非良配，从今日起，不许与他来往。平南王近日班师回朝。
清堂见过昭和公主。你脖子上这是什么？许是蚊虫叮咬留下的痕迹。哦，是吗？不日与云国的大比，清堂妹妹可要来参加？我看你与燕城世子交好，正好你们一同前来赏玩。公主相邀，清堂定然前往。那臣女告退。沈清堂，我会让你后悔招惹了的。你笑起来，原是最好看的。但这笑容，我也是许久未见了，久到我都忘记妹妹原先是一个心性无染、婉尔纯真的姑娘。你已是裴府的小姐，何须在这志向会散？有我在，足以让你一生无忧。可我不能一辈子都依靠着哥哥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离开裴府，自力更生。离开？我竟不知妹妹何时起存了这样的心思。妹妹的生辰祈愿里是从何时起？没有我的。似是从懂得男女之别，懂得自由，懂得尊严开始。自由？你休想离开我！你是我的，也只能是我的。裴从之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们只能是兄妹。我要的可不只是兄妹，我要你成为我的女人。你妄想！你只能在我的掌心里生死沉沦。无论用什么手段，我都必须离开这里。清堂妹妹，燕城哥哥，昨日我在院中等了许久，却未见清堂妹妹来，我还以为是你厌弃我了。燕城哥哥这般好，我怎会厌弃？是清堂不胜酒力，先行回府了。还望燕城哥哥莫要介怀。我怎会介怀？只要清堂妹妹还愿与我相交就好。啊，这副袖剑方便你随身带着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可以替我护你周全。多谢燕城哥，我定会日日带着。想必那便是裴家养女沈清堂，果然一副好姿容，无怪乎我儿为其倾心呢。平南王是从何时学的以子为饵的微末手段？不知是何居心。裴大人，什么以子为饵？分明是郎情妾意，本王乐见其成。本宫亦早有此意，既有父母之命，那本宫就来做个谦和的媒妁。长兄如父，
我自会为清堂寻一门良缘，无需他人插手。多谢赐教，承让。恒国勇士上！好。陛下，刚才比的都是你们擅长的招式，你们的勇士敢不敢比一比我们云国的招式？噬心鞭，噬心鞭。皇兄，这噬心鞭是将掌鞭者的挂心人之物为靶心，一较高下。听闻燕城世子善使长鞭，正好借此机会扬我国威。燕城世子的心上人正巧也在现场，清堂妹妹，你可愿陪燕城世子一同参赛？臣女愿意。裴大人可要为令妹求求情啊！不需要。看来他在裴大人的心中，也不过如此啊。清堂妹妹，你可信我？自是信的。为了你，我定要赢。快看，有灵火！清堂妹妹，你还好吗？燕城世子，此事因你而起，若你无能，就请离他远一点。清堂，清堂，陛下，靶心之中有灵火，怕是有心之人想借此之事挑拨两国关系。臣恳请陛下终止比试，找出幕后主使。允了。我带你走。清堂，我自己可以。拿来。这是御赐的良药，一会儿便可缓解疼痛。你可知，方才我若晚来半分，你连同那件衣服都会化为飞灰。可哥哥明明知道此事是昭和公主所为，还故意纵容她，不是吗？若非如此，你怎知那燕城根本护不了你半分？昭和公主是因为哥哥才屡次针对我，哥哥倒不如与我保持距离，做回一对寻常兄妹，早日娶了昭和公主，我才不会成为他的眼中钉。你就那么盼着我娶别人？哥哥与公主的婚约是皇家御赐，轮不到清堂来指挥。但他依你而针对我，哥哥若是不早日娶她，便是把我当做他仇怨的靶子。这样的鸿门宴便会不止不休。我说过，我想要的只有你。若是你答应，即便是御赐的婚姻，我也会设法取消。清堂，你没事吧？走开，别碰我！不对劲，这林反正肯定还掺杂了别的东西。看来他不只是让我受伤，还要我受尽羞辱，丢人现眼。
别碰我！青桃妹妹，青桃妹妹，留步！今日是我不对，是我学艺不精。我这有上好的金疮药，妹妹可拿去疗伤。你若偏要见他，我不介意让他上来看看我们这风月作态。燕城哥哥，青檀无碍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多加保重，改日我再去府上探望。妹妹若是难受，不如许我来当你的解药。妹妹倒是真厉，宁愿自伤，也不肯让我碰你一下。我心悦燕城世子，此生非他不嫁。沈清棠，今日我可以不碰你，但你记住了，你这辈子只能嫁给我。裴宗之，我们是兄妹啊，你怎么能……我能，并且要定了。小姐，在家。小姐，你别吓我，大公子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裴宗之，你远比裴景明更加我害怕，我一定得离开裴府，离开你的掌控。公子，派出去的人手来报，青棠姑娘身世如他所说一致，确实是临川的调香世家，父母皆死于瘟疫。若只是如此，那平南王为何几次三番的暗中调查他，还让他与燕城交好？哪怕掘坟3尺，寻尸问骨，也要寻得真相，不能再让任何人染指靠近他。是。见过昭和公主。听闻青棠妹妹昨日在比武场上受了大惊，身上还留了疤，本宫实在放心不下，这才想要妹妹进宫。多谢公主记挂，一点小伤，青棠已经无碍了。怎会是小伤呢？女儿家的身上留疤，可是顶大的事儿，多难看啊！本宫近日得了一批异域贡花，听闻这花的花露对灼伤的伤口有奇效，可是花露采集下来就失效了。不若本宫亲自给你试试。公主，臣女的伤真的已经无碍了。公主会有些疼，但为了痊愈，妹妹可忍着些。公主，好，起来吧。好了，妹妹，望望这花露，有效。青棠，
昭和突发毒疹，无法见人，是你做的。嗯。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可知昭和并非西院的行路？东宫若事发，妹妹有几个脑袋够掉的？半月见不得人，可不止1000。哥哥放心，这次我做的比上次更加隐蔽一些。若只因为我是养女，身份卑贱，他便可欺我辱我。若我只能一味的忍耐闪躲，清堂心有不甘。如此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为何不与我商量？求哥哥帮忙的代价，清堂付不起。只要你愿意开口，无论什么事我都应你，什么事我都能为你做到。可是哥哥，你始终不明白，我并非你的宠雀驸马，我想要的可以靠自己去实现，而非依仗他人，受之掣肘。手没事儿，腿呢？脚呢？我没事了。我看看。燕城哥哥，我当真无碍，伤已经好全了。你无碍就好，都怪我害你陷于惊吓和危险之中。我那日之事不怪你，燕城哥哥不必自责。你当真不怪我？嗯，那就好。我最近总是睡不好，一心想着来找你。哦，上次你说你喜欢大漠的无拘风光，我便托人做了这个，有他陪你，或许能让你开心。来，风烈追星滴弄影，双提竹垫去无声。若我也能像他们这般自由自在，该有多好！燕城哥哥，多谢你。这灯，我很喜欢。啊，你喜欢就好。往后，只要是妹妹喜欢的，我都去为你寻来。之前老夫人只期着子期姑娘嫁入宫中，没想到这沈姑娘，怕也是不同从前了。不愧是我裴府教养出来的好姑娘，清堂果真入了世子的眼。若咱们真能与他们定了亲，更可为从之在朝中增添裨益呀。可这沈姑娘的出身家世，终究无法改变。平南王当真能同意？从之父亲还在世时，我们两家走动颇多。如今燕城世子回到京城，也该延续两家世交之情，亲上加亲才是。我父亲也是这样嘱托，所以最近多有叨扰，还望老夫人不要嫌我。府中小辈里，属清堂最为乖巧。如今姑娘年岁也大了，老夫人正筹算着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抬一抬身份，好以嫡长女的身份许个好人家呢。祖母，老夫人，何须别的人家？我心悦清堂已久，愿护她终生。若老夫人恩准，我不锐便央求父母，请他们前来提亲。如是世子，老身倒是放心，此事甚好啊。不知清堂丫头的想法呢？婚姻大事，清堂但凭祖母安排。燕城哥哥，你刚才所愿所想，
可是真心？当然是真心。自那日宫门重逢，我便对妹妹一见倾心。我呢，只要认定一个人，便会金石不渝。只要你也有此心意，我定倾尽所有。祖母的意思，就是清堂的意思。真的？清堂，我定不负你。公子，今日燕城世子又来找沈姑娘了，午膳还是在老夫人那边用的。祖母何意？老夫人打算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成为您的同亲胞妹，以此撮合姑娘与燕城世子的亲事。您一向最疼爱清堂姑娘，她能摆脱了二公子，还能许给燕城世子这样的高门贵胄，简直是一桩幸事。清堂无需许给别人，我娶她。可，姑娘自己似乎已经同意这个安排了。费尽心思，让采薇把燕城引进府，又掐好时间，在老太太面前上演一出郎情妾意，妹妹好手的。兄长过誉了。论算计人心的本事，清堂不及兄长的万一。可是从前，你并不是这么精明算计的姑娘。这样的妹妹，我很不喜欢。是不是没了燕城，你才肯学乖？燕城世子至纯至善，还希望兄长不要将他牵涉进你我的矛盾之中。纯善，你对燕城到底了解多少？不多不少，但足以托付终身。妹妹还是单纯，相信这走马观花、稍纵即逝的情谊。不要！你烧了这灯又如何？他从来不会像你这般逼迫我、囚困我、侮辱我。他在我的心中，就是比你好100倍、好1000倍。沈清堂，放开我！你管这叫逼迫、囚困，不叫爱？这不叫爱。你把他送你的修剑，变成伤害我的利器。只要我不死，你就别妄想嫁给他。小姐，祭明一事，因大夫人常年信佛，须得择吉时于祠堂摇签，向祖宗请示询告才能定下。采薇，我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。那我陪您去祠堂拜拜，求个心安。小姐，这……
看来明日是有人不想让季谦落下了。方才我看到你从江晚房门外走了，你都听到了。今日所见所闻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作为交换，希望哥哥不要插手我明日记名之事。沈清堂，你为什么肯选择一个外人，而不肯爱我半分？因为我不可能爱上一个弑父的恶魔。好一个我可怕我恶魔！可沈清堂，你怕不是忘了，15岁那年是谁与我共谋，让我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？